就是相公将奴子心中痛苦诉在心，一起哭来哭三呀人，一家的父一年余，为着病里痛伤心。父亲的家到底是在哪里？家中自在心远心，莫能一往大身。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啊！哦，别处下官实实想想，如果大无才是此时来夫人，你也是下官的什么呀？是命啊！相公需要赐表，临身叫我名字。我父亲名叫张思勇，领导女，默默往事早归隐啊。有几个子女，所生一男无一女，叫什么名字？哪连名来女是谁？出生得此，只为日与家不人，说此样子两宝金，临身是生意，我不娃园去经商，为家人不解良心生啊。那时候要再问明白才是啊。的女虽是当是分养子女，那样子一百几少人，他儿真失了两样病身，岂不是假的呀？真的也是假的呀！就该恰当别女，我不可当真我的。在此月亮显自己。哎呀呀，岂不是又是一桩人命官司？原来变怎么样呢？原来变怎么样呢？原来嘛，原来怎么样？相公啊！相夫本来是桃花心，他与李什么？他与李逵与千金，谁有此理？一张房子当当高，哎，我父亲的苦音，当知道写句什么啊？相公啊！在我弟弟遇见的青蛙不容去自己，临水那是年
可以改换良心，临阵也不该招人。父亲真是野蛮人，男人终于在他身，当在他人生女些许，不招人也要你招人。什么话公招人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相公啊！